裕華庭118方房產證面積，佢實用面積係去到200方左右嘅，因為佢前後都贈送咗花園俾你使用嘅。呢個係我哋嘅前花園，而且咧呢個位置係望住我哋嘅小區園林位置嘅，又安靜又靚啦，又冇嗰啲建築物喺度遮住嘅，所以光線咧係可以嘅。嗱，呢度咧可以睇到業主同鄰居嘅關係非常之好，圍欄都唔使圍啊，就種咗一啲花盆喺呢一度吓。呢一度目測咧大概40方左右啦。攝影師嘅位置咧係可以做一個洗衣房嘅，所以利用嘅空間係非常之多嘅。咁我哋係南北對流嘅戶型嚟嘅，非常之靚下格局。咁2樓大平台咧係只有個洗衣房嘅位置用嘅，其他係冇嘅，所以買翻嚟當時嘅價格係比其他會貴啲，好正常吓。咁我哋入到門口咧。呢一個位置，業主係做咗成立嘅衣櫃嘅。嗱，我哋左手邊都係比較關注嗰啲收納嘅空間，色調咧都係比較現代化嘅，比較多人中意嘅色調。跟住呢邊咧係我哋河邊位啦，望住我哋嘅河邊，再兩邊嘅景咧都係可以嘅，都冇建築物遮擋。呢一個位置咧，嗱，你可以揀間玻璃房啦，瓷磚嘅位置咧就係屬於呢一間屋嘅，隔離咧係另外一間屋嘅嚇。隔籬咧係圍咗個玻璃房喺呢一度嘅，嗱，後邊咧，後邊仲有少少嘅位置俾你放下雜物嘅吓，所以實用嘅面積咧呢一間用起身係非常之多嘅。咁入邊咧係我哋有3個房，2個廁所嘅，嗱，睇下，嗱，我哋睇下。入邊咧係一個小朋友房啦，嗱，粉紅色嘅非常之靚，仲做埋咗個好靚嘅衣帽間啊，空間非常之多。嗱，睇下其他房，嗱，呢間咧就係主人房啦，主人房都係朝南嘅，係望住我哋嘅花園同埋小區綠化嘅。嗱，衣帽間都有嘅，衣帽間同埋廁所呢一個位咧係間開咗做個屏風吓，咁就唔怕對住個廁所啦吓。呢一個位置咧近我哋嘅南下同埋商場，生活咧可以講比較完善噶啦。咁咧樓齡咧都係10年左右，有一兩棟咧係比較新嘅，19年先建好嘅。咁如果有中意呢一帶嘅朋友或者中意呢一個園林戶型嘅話，可以約我過嚟現場再嚟睇睇。記得點讚關注哦。